第29章第1節，雅各起身，到東方的人的地，看見田裡有一口井，有3陣羊倒佇井邊，因為人互羊群啉，攏是用迄個井的水，井喙用大石嵌。平時羊群聚集佇遐，人就將石頭徙離井喙，互羊啉水，則閣將石頭徙到原位。雅各對因講：兄弟啊，對打落來。因講：阮對合蘭來。問因講：那福的孫拉班，恁捌伊嘛？講：捌伊。閣對因講：伊平安嘛？講：平安。你看，伊的查某囝拉結，帶伊的羊群得來。講：日猶懸，精神自習的時未到，毋達着互羊啉水，閣去飼。因講：阮袂話，着聽候濟陣攏自習，人煞石離開井喙，才通互羊啉。雅各得甲因講話的時，拉結帶因老爸的羊來，因為是伊得顧。第10節，雅各看見母舅拉班的查某囝拉結，甲母舅拉班的羊群，就進前將石徙離井喙，互因母舅拉班的羊群啉。雅各甲拉結斟喙，開聲哭。雅各閣甲拉結講，伊是因老爸的外甥，是利百加的囝。拉結就走去甲因老爸講。拉班聽見外甥雅各的消息，就走去迎接伊，抱伊，甲伊斟喙，帶伊到因兜。雅各將一切的事情甲拉班講。拉班甲雅各講：你實在是我的骨肉。伊就甲伊住一個日。拉班甲雅各講：你雖然是我的親戚，檢通白白做我的工，請甲我講，你買什麼工錢？拉班有2個查某囝，大個名叫利亞，細個名叫拉結。利亞目睭較疏，拉結生做好看。雅各聽拉結就講：我願為着你細個查某囝拉結，甲你做工7年。拉班講：將伊嫁互你，較好互別人。你甲我住。第20節，雅各就為着拉結，甲伊做工7年，因為深疼伊，看做幾那日。雅各對拉班講：日期已經滿，求你將我的某互我通甲伊同房。拉班自集迄所在的眾人，辦宴社請因。到日暗，拉班將伊的查某囝利亞送來互伊，雅各就甲伊同房。拉班將伊的女婢識帕，互伊的查某囝利亞做女婢。到天光，一個看見是利亞，就對拉班講：你甲我做的是甚麼？我甲你做工，檢毋是為着拉結嘛？你啥事騙我？拉班講：袂嫁大個，但先嫁細個。佇阮遮無人安尼做，你甲這個著滿7日，阮就將迄個也嫁互你。你為着伊，閣甲我做工7年。雅各就照安尼行，甲這個滿7日，伊就將伊的查某囝拉結互伊做某。拉班將伊的女婢辟勒，互伊的查某囝拉結做女婢。第30節，雅各也甲拉結同房。閣聽拉結贏過利亞，就閣甲拉班做工7年。耶和華看利亞無得寵，就互伊懷孕，獨拉結無。利亞懷孕生囝，就甲伊號名流便，因為講耶和華看見我的苦情，打我的丈夫要疼我。伊閣懷孕生囝，講耶和華聽見我無得寵，所以閣互我這個囝。就甲伊號名西面，閣懷孕生囝，講我甲丈夫生3個囝，伊要甲我結連，名叫利未。閣懷孕生囝，講這個我要學樂耶和華，所以叫伊的名猶大，就停無閣生。